艺术水阁好，国情解说两句含你做参考。解说，解文说字。好朋友，咱来讲金光闪闪、帅气千条的金光布袋戏。后台主演讲口白，要让观众对主角的认同、的赞叹。这个主角红啊牙出来，爱互人客看了会拍扑啊。当然，就爱将这个主角咬的所在，伊有啥物款绝世的武艺，讲互人客听。用诗句、用对答、用制造气氛，讲互喊，互人客会感动、会打动。金光布袋戏戏台顶真侪固定的话句。头一句咱来讲，讲练武艺就爱千里求名师，万里求口诀。敢若千里求名师指点明路，佫无辛苦。万里求一个口诀，才有才调练什么款？练一个吹胡念咒，练一个呼风唤雨、散斗成兵。所以毋知影讲我甲你。那两派东南对西北，一个战一个，无定着我甲你握手把握输就会啦。无论讲啥物人，先甲武艺偌好啦。啊，毋过呐，100个拼一个咧，要安怎样100个拼一个？所以毋知影，就是散斗成兵，刀啊压出去吹胡念咒，所有这些刀啊拢变做兵将。你敢若看目睭就花啊啦！你战袂赢我啦！毋知影讲即刀抬过来，到底是刀啊变的兵将，还是真正我所抬出来即个功夫啦？所以吼，你战输你就爱走啦。无论你偌敖，即马100个对一个，你要走去倒位？咧走的时阵吼，毋是讲干那红啊咧摇尔呢。后台主演佫会讲呢，这原来诗句讲对句，顶句讲叫做名士五谷要大月。下句讲叫做气如山鸡真油丁，哦，一看就知影，特别经过排比。五谷毋是讲五谷地号名，毋是哦。名士五谷就是五件果的腰带月，徛伫腰带看出去的月亮，若五件果伫咧弹，月亮佫光，阮啊无偌久啊，因为连日头就要出来了。气如山鸡真油丁，丁拿点加三更，你若无甲添油食，来到三更吼，这把火。用要花去了，无毋对，真正仙角咧战的时阵，有在来讲剑角互对方已经暗暗一色，已经走无路，用这两句诗来描写，清清楚楚地表达出这款的气氛。毋则讲伫咧舞台顶布袋戏、金光布袋戏的主演，就是爱用真侪这款诗句落去贴出你的剧情，贴互人客感觉讲看到会紧张、会刺激。尤其咱的仙角见对方，见甲对方无地走的时阵，即马对方要请谁出来？请出来，共款千里求名师，共款万里求口诀，共款要比咱较牛，这就是正金光布袋戏的精神，或者其中有曲，曲中有奇。好，国情啊，若这两句吼。毋若顶个句相对比，亲像讲名士五谷腰带月，气如山鸡真油丁共款，有对比。另外，佫有喊，佫有夸饰，佫有制造气氛，无毋对。正金光布袋戏，一切剧情的精神，就是这8字，真正就是其中有曲，曲中有奇，牛就是牛伫遮啦。